約翰福音第10章，耶穌又講：我實在老你哋講，入羊欄無對門，反正對僻位攀過去嘅，就是賊嚟，係強盜；對門入去嘅，正係羊嘅牧者。作門嘅為其開門，其嘅羊認識其嘅神，其照明嘅憑自家嘅羊帶其哋出來。佢將自家嘅羊全部帶出來，就在佢哋嘅頭前行。佢嘅羊嘅聽定佢，因為佢哋認識佢嘅神。佢哋唔愛聽三分人，反轉為三招，因為唔識三分人嘅神。耶穌老佢哋講兩個比喻，總係佢哋唔愛明白佢所講嘅係乜嘅意思，所以耶穌又老佢哋講：我實在老你哋講。我就係羊嘅門，比我先來嘅全部係賊嚟，係強盜，總係羊嘅唔聽從佢哋。我就係門，對我入來嘅一天為得救，自由出入，潛到錯譜。賊嚟入來就係愛偷、愛吃、愛毀滅。我來嘅目的係愛本我嘅羊嘅得到生命，就係豐豐富富嘅生命。我係好牧者，好牧者為到羊犧牲生命。那係搶來嘅工人，唔係牧者，羊嘅也唔係佢嘅。佢一看到豺狼來，就鞭踢羊嘅逃走。豺狼攻擊羊群，趕散佢哋，工人逃走，因為佢係搶來嘅，冇關心羊群。我係好牧者，像阿爸認識我，我也認識阿爸。同樣。我認識我嘅羊，我嘅羊也認識我。我為到佢哋犧牲生命。我還有其他嘅羊，無在倆羊欄中。我一天會將佢哋尋轉來，佢哋也會聽我嘅聲。兩群會合作一群，同屬一個牧者。阿爸想我，因為我甘願犧牲我嘅生命，為到會再得到生命。無人能將我嘅生命搶走，係我自願犧牲嘅，我有權犧牲，也有權再得到佢。這係我對阿爸良恕嘅命令。猶太人又為到這條話引起紛爭，佢哋當中有好多人講：基本貴婦神，佢不點呢，若會是堂記。也有啲人講：本貴婦神嘅人。冇可能講出這種嘅話。貴位之後冇木嘅牧主嘛？在耶路撒冷慶祝獻天節嘅時到咧，嗰時係冬天，耶穌在聖殿嘅所羅門廊下行，猶太人嚟等佢，對佢講：坦白老我哋講，你係基督嗎？耶穌應講：我做就老你哋講過，總係你哋唔肯信。我奉阿爸嘅名所做嘅事，就係我嘅證據。總係你哋唔信，因為你哋唔係我嘅羊。我嘅羊聽我嘅聲，我認識佢哋，佢哋也聽定我。我賜佢哋永遠嘅生命，佢哋唔會滅亡，無人能將佢哋對我嘅手中搶走。阿爸將佢哋賜俾我，佢比乜嘅都更加大。無人能將佢對阿爸嘅手中搶走，阿爸老我係一體。這時猶太人又拿石頭來揼佢，耶穌對佢哋講：我是顯明阿爸為我做嘅多多善事俾你哋看，你哋到底為哪項事會拿石頭揼我？猶太人講：我哋唔係為到善事來揼你，係因為你侮辱上帝，你不過係人。還敢自家當作上帝？耶穌講：你哋嘅法律書敢唔係有寫上帝是講你哋係神？我哋啲聖經嘅話係永遠唔會改變嘅。連佢哋接受上帝真道嘅人，上帝也稱佢哋做神。我係阿爸所揀選又差派來世間嘅。我講我係上帝嘅兒子。你哋用辦要講我侮辱上帝呢？那係我無行阿爸嘅事，你哋就唔是信我。
那是爱有行，伊就虽然唔信爱，也应当信爱所做嘅，好本伊就确实地阿爸在爱地背，爱也在阿爸地背。因为安样，佢哋要上爱作記，仲係佢對佢哋嘅書中散走。耶穌要轉到約旦河嘅對面，到約翰頭擺行洗禮嘅所在，吃菜嘅位，有千多人來超勸佢，佢哋講：約翰唔是行過神跡，總係佢所講關係兩人嘅話，全部係確實嘅。菜嘅位有千多人超信耶穌。